如果你有10幾萬預算改波子，你會想改邊一 part？ 改外觀包圍，改運動統二，改全套運動排氣，改 PCCB， 改頂配音響。呢位香港 GT4 車主與眾不同，我哋嚟睇下佢改咗啲咩嘢。相信每一位觀眾都可以睇得出嚟，佢喺度改緊波箱蟲洞齒輪同輕質離合氣片。選擇一台搭載手動6速波箱嘅資深玩家，更關注嘅係操控性與自吸 engine 高轉速下帶嚟源源不斷嘅爆發力。呢張係原有波箱速比與升級後速比嘅對照，從圖中可以發現，通過降低速比實現更高嘅轉速同更快嘅響應能力，呢個就係專業玩家嘅改裝選擇。改波子唔係換零件，而係將部車調校到同車主契合嘅頻道。我等你，我哋一齊創造下一部與眾不同。